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9月18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提供大型车辆安装视线辅助系统，避免司机开车有死角，市长黄伟哲特别邀请交通部公路总局南下做宣导。黄市长甚至亲身坐去大客车做体验，同时要求台南市大型的公务车一定要率先安装，来临年底考核。为了让驾驶会当精准掌握车外状况，减少交通事故，伫原本的大型车头，佮加装灭命镜头，甲边的镜面等等，拢已经是政府所规定的辅助系统，避免有视线的死角。根本看无边的机车甲过路人，就参像气球甲三角锥同款，一个长弯视角拢伫车轮下面。往右转，好，来，往右来，往前。有没有看到这些三角锥？如果是行人的话，大概就被压到了，就到轮下弯回。来，大哥再回正一点，嘿。假是大型车辆每当平均车号高达1500件，司机讲看无，竟然是主要原因。所以交通部公路总局应担市政府邀请，特别南下宣导，强调中央已经加码到7.8亿，希望今年底补助全台22万台大型车达到100%安装率。李市长嘛亲自就大客车来体验，有装甲无装，真正差足济。就是靠这个辅助系统来协助我们的司机把死角减少，后方跟我们的轮子下面的，对，嘿。那也可以看到车子轮子下面有没有？5、6号、5、6、7、8是看都4个轮子下方，嘿，有没有异物啊？有没有小动物在下面？今天主要是针对大型车辆，大型车辆的事故率又高，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台南市政府这个如果这个公务车没有装设，我们交通警察看到照常开罚。现场是在体验冇来参观的学生讲，过去拢唔知影徛伫危险的死角，以后会特别注意。不要在大客车旁边，你就离远一点，然后不要在司机的死角那边。市长亲自出席，甲所有货运、客运等业者宣导，除了提醒车主爱赶紧安装、早装早安心，嘛共同宣示对改善交通安全的决心。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已经迈入第9档的台南美食节，今年以着时光倒影为主题，除了要让大家有机会品尝到36道台南经典的手路菜，嘛有知名总铺师办道故事，透过一系列的记录来传承办道文化。台南南北遮办道总铺师更是出名，桌顶这几道菜，包括布袋鸡、鱼翅鸡、加红钱米糕等等，拢是台南经典的手路菜。除了展现知名总铺师好手艺，其实包括用料、煮食的态度以及传承演变等等，背后拢有值得记录的故事。所以今年2019年台南美食节就以时光倒影为主题，邀请老中青3代总铺师，贡献36道办道菜文化。富过3代懂吃穿，我觉得台南其实在整个饮食文化里面是深入台南的生活的底蕴、生活的美学，还有最重要是它有台南人过去的生活的记忆。所以我们想借着今天呢，用这样一个复刻台菜，老中青3代的中破菜全部的大出笼，让大家了解说，其实在台南你呢用饮食可以找回一个美好的文化记忆，找回美好的亲族记忆，也找回美好的生活记忆。台南美食节每一档拢有无同的主题，不断累积台南美食文化。对此，台南市烹饪工会理事长兼发声，3档来大家合作，要让台南通过国际认证的美食之都。我的计划讲，第3档后，将台南摕到第一个咱台湾美食之都。所以伫遮，我要再次呼吁咱大家做好这美食，甲这咱的都市师傅，大家拢共同，甲咱的资源、甲咱力量，大家共同合作起来。要安怎共同来甲这个美食之都甲摕落来，这是咱台南市的公营。难得组织大台南这么多总铺师来参与，不只是一摆上菜秀，民众到相关的餐厅嘛拢食会到。
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感谢大台南老师的辛苦，市府18号举办大会来表扬多位师铎奖甲资深的优良教师，由市长黄伟哲一一颁奖。会中特别播送教师节主题曲的 MV， 用音乐甲影像向老师表达感谢。由着大成国小的舞蹈表演为表扬大会揭开序幕。9月份上重要的节日之一就是教师节，为了趁这个机会感谢大台南辛苦的老师，教育局也特别举办这个温馨的大会。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颁奖，表扬3位得到全国师铎奖以及1位表现优良甲资深的老师，一一向因表达感谢，也希望因大家会使持续来努力，为大台南的教育奉献心力。师铎奖的名额是有限的，但是老师们的付出却是无限的。所以呢，在这个机会，我们深刻的感谢各位老师的付出。上班其实一般人都有上下班，但是老师的爱，老师给学生的付出却是没有分上下班的。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各位老师能够对我们台南市的各位小朋友、各位学生有最大的关怀。那么市政府将来也会在能力许可、财力许可以及物力许可的前提下，希望能够给老师做最大的支持。会长也特别公布了日前所举办的教师节主题歌曲的 MV， 由着各级学校、教育局、家长团体甲市长共同表达感谢，希望透过音乐甲影像，向全台南的老师表达祝福。老师，谢谢你，教师节台南新闻播报以采访报道。市长黄伟哲日前透过脸书欢迎大港开唱到台南，上港议会国民党团特别召开记者会，提出严厉批判，认为大港开唱满嘴的阿杂话、教歹囡仔，要求市府千万袂当用人民的纳税钱去补助歌颂受训的团体。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个书记长蔡玉辉的带领，包括议员王家珍、林彦竹、蔡淑慧、罗坤福、柯志春、甲李定国、尤英智等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会中播送大港开唱的片段影片，内面有歌颂仇恨加讲讲话。议员批评，就算高雄今年无要举办，市府嘛袂用用人民的纳税钱来补助这些活动伫个台南举行。黄伟市长当然有钱，可以欢迎他到台南来。问题是，他到台南来，明年预算内底有无？伊做市长，我要请教伊，伊是要用什么方式？预算内底无变，爱随便讲伊要做，到底要用什么钱做？如果你同样用这样的补助1000万的话，而且是我们的文化部，我想我们的将军侯不会输给大港开唱。听了这个大港开唱，大家伫遐干交，因以后因会干交袂？我请问民进党你把台湾的所有的好的价值都摆在哪里呀？一个市政府补助了一个乐团这么的多钱，然后又开放让他们去那个贩售那个门票，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2018年市政府补助1000万，参与的人次有6万人，一张门票高达1300块，光这些门票他们收入了多少钱？针对市长伫个脸书表示欢迎大港开唱来台南来举办，市长黄伟哲上午出席其他的活动时，嘛公开表示，就算台南欢迎，主办单位嘛无一定会来，希望文化艺术的活动唔通沦为口水战。大港开唱已经举办了10几年，而且是在这个音乐界，而且在新创界得到许多的好评，这已经是公认的一个 label， 公认的一个标的了。所以我们真的很觉得奇怪。我们尊重国民党团他们的一个想法但是事实上，一个音乐跟艺术是有它的一个公开的标准的，总比有人讲他叉的还好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大港开唱应该是我们欢迎啦，但他也表达了说他们不见得会来。那我们还是尊重他的想法，但是对于一个城市对于艺术跟文化的提倡与否，我觉得
不是靠打口水战可以得到的。议会国民党团指出，大港开设伫个民进党政府的扶植，10年来每档接受数百万到上千万的补助，而且演唱会搁以收门票的方式。党团要求审计部应该好好介入调查，看补助的金额到底是如何核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108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冷色网球锦标赛，18号暗时将伫个嘉义市开幕。台南市议会代表队下晡伫出发进前，由议长郭信良亲身授旗，并且扬言将会赢回第16座的总冠军奖杯。授旗仪式由议长郭信良主持，带领即届参赛的议员甲议会职员港队员出席。议长表示，台南市议会软网代表队参赛侪年，曾经得到15届的总冠军。伫各县市议会当中，成绩会用讲是领先，而且今年议员甲职员工的报名踊跃，总共有29位参赛，是历年来人数上济。去参加网球的呢，打破了历年来所有议员参加的人数，还有整个员工参加比赛的实力，我在此非常的肯定。那我们这次的参加的阵容呢，非常的坚强。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在明天所举办的108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网球锦标赛能够旗开得胜，也有信心将整个冠军带回来我们台南市。这届陆议长打带队头一届一定跑冠军，好唔好？无冠军嘛亚军。我若即届立委选了有成功明年我就无法度陪恁啦所以除了迄个拍球拼金牌以外我的立委选举嘛，甲我帮赞一下希望这是一个漂亮的 ending 伫这台南市全国议长杯。我来当甲咱即个冠军抱回来，送互我会当有即个勇气继续冲，来拼即个立委安尼其中议会还佫有一位将伫个今年10月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杯锦标赛的党人，即届嘛特别伫个积分当中请假出来参赛，会用个讲是高手尽出，希望能够赢回第16座的总冠军奖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每一档地价税11月1号开征，在税局为了提醒市民，若是符合自用主体条件，得当省真济税，所以特别召开记者会，提醒民众9月20号是申请的期限。不过因为同港是假日，所以顺延到9月23号。每一档的地价税拢是定11月1号开征，在税局为了提醒市民符合自用主体条件，得当省真济税，所以特别召开记者会，讲到9月2日是申请优惠税率的期限，只是因为同港是假日，所以顺延到9月23，请民众把机会提出申请。你土地所有权人呢，还有或是配偶，还有直系亲属呢，要在该地呢要有办竣的户籍的登记。另外呢，不能有出租或营业的情事。还有第三就是说，在该土地上的房屋呢，要属于土地所有权人本人或是他的配偶、直系亲属所有。
那如果民众呢，可能没有空来临柜申请的话，那也可以直接从我们本局的网站呢下载申请书呢，把申请书填妥之后，邮寄到我们各分局呢来办理。还没申请，那你符合这些你的土地呢，符合这些自用住宅用地的申请条件的话，记得要在9月23号来提出申请。嘛，因为财政部开发一个好用的统一发票对奖 App， 会当随时对奖，相当方便，而且专门佮加一组分段发票的奖项，会当加一摆中奖机会，所以在税局嘛好康到小报。这个 APP 呢，它提供民众呢利用手机条码来储存云端发票，而且可以做载具的归户，还有可以做发票的一个管理。另外呢，这个 APP 呢也可以直接来绑定你的银行账户。如果说有中奖的话，奖金可以直接汇入你的账户，而且免收印花税，而且可以24小时呢，不分平日或假日呢，随时来兑奖，相当的方便。当然，民众有任何税务的问题，拢欢迎卡在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台南新闻何乔芳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4度到28度，落雨的几率有一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9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